自后2026年6月初5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智慧的传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列王纪上卷》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2章。大卫临终的时，交代伊的囝所罗门讲：我得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，你着坚强做大丈夫。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的，行伊的道路，照摩西律法所记载，遵守伊的规例、诫命、命令甲教示。安尼，你无论做啥物，无论去倒位，拢会行通。上主嘛会实现伊对我的应允。你的子孙若谨慎生活，尽心尽意真诚伫我的面前行做，你的后代就会坐以色列的王位永无断。你嘛知细罗亚的囝约押安怎对待我，伊有杀死尼尼的囝押尼尼甲伊帖的囝亚玛撒这2个以色列的元帅。伊伫太平的时，用高剑的手段杀死因，流因的血，互血抹着伊的腰带甲围。所以你应该知着安怎做，毋通互伊白头毛安然落阴间。你着好款待吉个人巴西来遐个囝，互因常常甲你做伙食，因为我逃避你的兄哥押沙龙的时，因有好款待我。着画记你巴户人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囝示每，我去马哈念的时，伊有用恶毒的话咒诅我。毋过伊后来有落去约旦河迎接我，我就记上主对伊咒詛讲：我无要用刀杀你。但你毋通放伊煞，你是聪明的人，应该知着安怎做，着甲伊杀死，互伊的白头毛抹着血落阴间。大卫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大卫城。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共40年，伫希伯伦7年，伫耶路撒冷33年。所罗门坐伊老爸大卫的王位，伊的国非常稳固。智慧的传承。大卫征战列国多年所得到的胜利，拢是因为敬畏上帝，倚靠真正的智慧源头成就的。因为安尼，大卫伫临终以前，毋简单教导伊的囝所罗门爱敬畏上帝，遵行律法，也提醒伊安怎赏善罚恶，用智慧治国。对咱来讲，信仰的传承关系，咱是毋是互下一代人捌搁敬畏上帝？总是伫今仔日的社会中，咱常常看见信仰的断层，真侪敬虔的长辈忠心侍奉，委身教会，因的子孙却渐渐远离信仰，将基督信仰看作是父母的信仰，毋是家己的信仰。子孙仔检采尊重父母是大人的信仰，却对教会拢无投入。直到父母过身，囡仔才邀请牧师去主持个别礼拜。但是这短暂的接触，并袂当扭近因甲上帝之间的距离。为什么子女会当承接父母的外貌甲性格，却无法度自然承接信仰呢？事实上，信仰的传承并毋是自然而然发生，而是需要刻意教导甲实际的模样。以色列人借着磅粿节的仪式，
互囡仔亲自认捌上帝救赎甲大能。相款的，今仔日的基督徒也必须踮日常生活中，互囡仔真实经历信仰，毋单单是听讲的信仰。真侪囡仔虽然踮教会大汉，实在的圣经故事，却未必然对上帝心存敬畏。因检采熟知真侪圣经道理，但是若无亲身经历上帝，信仰就停留踮头脑的财物，却袂当互生命更新。拄亲像耶稣伫财主甲掠杀路的譬喻中指出，就算世人搁我传讲信息，人若心内公义，犹原袂相信。相款的，若囡仔无敬畏上帝的心，就算看见神迹，也未必会真心信靠伊。信仰传承的关键，在于咱是毋是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。若咱对上帝态度轻忽，囡仔也会有样学样。若咱单单停留伫讲述道理，却无伫困境中活出倚靠上帝的模样，囡仔就无法度体会信仰的真实。咱检采会当为囡仔留落财富甲名望，却无法度确保因会当承接信仰。约伯记讲到，约伯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甚至为囡仔献祭，深惊因得罪上帝。总是单单靠言传是无够的，必须透过实际行动，带领囡仔进入敬畏上帝的生命。基督信仰毋是一套理论，是一种真实的关系。咱的囡仔必须亲自经历上帝，信仰才会当成做因生命的一部分。因需要看见父母安怎伫困难中祈祷，安怎凭信心做决定，安怎伫挑战中倚靠上帝。只有安尼，信仰才会当真正被承接。智慧的传承，毋单单是财物的传递，搁较是生命的影响。咱需要活出信仰，互囡仔伫咱的生命中看见上帝的带领甲祝福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持续为着下一代祈祷，引带因行入敬畏上帝的生命，互信仰伫我的家庭和族群中世世代代延续落去。我是毋是持续为着下一代祈祷，引带因行入敬畏上帝的生命，互信仰伫我的家庭和族群中世世代代延续落去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活出敬畏你的生命，互信仰诚侪注入真实的经历，世世代代跟对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